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7月份带动一股抢冠的风潮。今仔日除了有第2波注文的3倍券通啊来领取之外，也有客家委员会推出的客庄券800块，一般的民众拢通啊来申请。但是早起9点一个开放，瞬间引入到大量的人潮，电脑马上就小到卡掉咧。啊，若昨抽到艺放券的民众，有真侪人反映讲，根本都无收到得奖的简讯。文化部讲，中昼进前拢已经通知所有得奖的民众了。就有中恭喜！感觉几率很小。领券风潮的最后一波，今天是客庄券开放一般民众登记，但是上午9点一开放，网站立刻宕机。全民领券的运动最后一项，客委会客庄券第一波敬老家庭票券已经发了啊，第2波开始发到一般民众，要过早起9点一日开始，点入去页面入去了随失败。开始9点开始就大量涌入，非常的超出预期。这个比我们第一波那个敬老4千的那个优惠的那一个阶段多了大概1倍以上。名额800块的客庄券，为2日开始有5天会使登记，27下晡6点公布结果。中奖民众会使到全国11个县市、70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去消费。得奖的易放券发放的数量是2107883张，送给大家。今日一天公布中奖的易放券艺放券，新政每字是126民众无得奖尔，有网友自称讲是政府认证的编言人，佮就共款无中奖的网友发起另外一款的活动，是讲冇中奖的人伫时间无收到验证码，嘛无收到中奖简讯的通知。文化部承认讲是系统太条咧，答应讲中奖的200几万人一定拢总领会到，只要若领到，第2日进前拢会使使用。